好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就講21條題目啦。右圖咧是由哪一種三角形組成？咁咧，我哋需要攞間尺度一度啦。咁我哋發現咧，呢兩隻都係直角嚟嘅，所以咧就係 C 直角三角形啦。22條題目，觀察下面的平面圖形，寫出所有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。好，咁我哋想觀察到嘅係三角形啦。咁 B 絕對唔係 ，F 絕對唔係 ，F 係一個長方形，而 D 咧，因為咧，佢係一啲曲線嚟嘅，佢唔係一條直線嚟嘅，所以佢唔係一個三角嘅形啊。而 A 咧，呢度冇收口，所以佢亦都唔係一個形狀，所以只有 C 同埋 E 係符合三角形嘅啫。然之後咧，第23條題目啦，題目就話啦，E 指示喺釘板上面繪出其餘嘅兩條邊，形成指定嘅三角形，咁就一定要用間尺。A 咧，我哋就想要等腰嘅三角形。好，等腰嘅三角形咧，只要兩條邊咧係一樣嘅。好，咁啊用間尺。咁呢兩條邊咧都係連接住三粒點嘅啫，所以佢哋嘅長度係相等㗎啦，咁就形成咗等腰三角形，符合咗等腰嘅呢個條件啦。然之後 B 咧，我哋想要直角三角形。好，咁呢度咧我就揀咗呢個角做直角啦。咁畫線嘅時候咧，就要將間尺嘅直角對翻住呢個位置啦，去畫啦，咁就可以畫到一個標準嘅直角三角形。第24條題目啦，右面三條幾何條可以製作以下哪一種三角形呢？咁我哋見到咧，呢三條幾何條咧，佢哋嘅長度係相等㗎，長度。好，三條邊長度相等嘅三角形咧，就係等邊三角形啦。呢個係等邊三角形嘅定義，就係三條邊嘅長度都相等，係啦。好，寫一寫先。呢個筆記可以記低佢。好，第25條題目啦。以上嘅數字中顯示嘅時間係下午啦，22點咧，即係10點58分啊。係啦，呢條題目相信你做得啱嘅，平時都識得24小時制嘅轉換，所以都唔擔心。如果真係